各位乡亲高早，欢迎收看今仔日9月15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先开始，咱来关心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伫拄则已经通过受外界关心的台湾政策法案，被看作是1979年以来上届全面重新整理美国对台政策的法案。伫外交、军事真侪领域拢有提升台美的关系。法案刷落来会上参议院全院审议。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伫当地时间14日通过正受注意的台湾政策法案。参议院外委会主席梅兰德兹甲共和党籍参议员葛兰姆两位提案人认为，这是伫咧台湾关系法条上全面重整美国对台政策的法案，也是一部未改变美国现主持台湾政策的强大法案。We also have put forward legislation that we hope to pass very soon to provide Taiwan with the tools and the training it will need to defend itself from the CCP's efforts. 台湾政策法案有107件，包括最近这几年涉台法案的重点，其中上受注意的包括自美国代表处改名做台湾代表处，优先并且加速处理台湾军购请求，计划提供台湾$10亿美金的安全援助，和台湾主要非北约盟友地位，一般认为会引起中国强烈反弹。台湾问题的本质是中国内政，两岸关系的本质是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不是国与国的关系。国台办认为，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台湾政策法案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加3个中美联合公报规定，坚决反对。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世界卫生组织伫昨昏表示，全球全世界对抗疫情目前这个办势看起来是上好的时阵，因为新的确定病例已经豆豆在减少。虽讲疫情也未冻点，也毋过是呼吁各国会当把握这个机会，豆豆压制疫情。世界卫生组织用走马拉松来比喻人类对抗新冠病毒疫情目前的情势，希望各国把握机会。We have never been in a better position to end the pandemic. We're not there yet, but the end is in sight. We can see the finish line. We are in a winning position. Now is the time to run harder and make sure we cross the line. 世卫14发达份简报，协助各国针对新冠病毒，抑个未来有大流行可能的疫情，采取必要措施并且强化，包括和各国的医疗体系工作人员抑个老大人在内高风险族群，100%做疫苗，继续体检抑个做病毒的基因定数。If we don't take this opportunity now, we run the risk of more variants, more deaths, more disruption, and more uncertainty. 新冠病毒疫情发生到这么2年多，在全世界造成650万人死亡，有超过6亿人感染。根据世卫统计，8月29到9月最是这礼拜所通报的确诊数，比前一礼拜减12%。顶一礼拜通报的病例数是2020年3月以来新低点。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那咱国内昨昏是新增加49000多的本土病例，37个人死亡，其中有一个20多岁查甫人出现心脏乱跳、昏迷不醒，送病院救无回来。另外，疫情指挥中心嘛宣布讲，Moderna BA.1新配方的预防剂，明仔载有头一批会送到咱台湾，计共有80万吨。那上紧后礼拜就当开放予民众注射。新冠本土确诊案例14持续欠悬，挖近5万，来到49570例，其中新北市上济10635例，台中6000多例，台北桃园拢5000多例。另外新增加死亡37例，其中一个20多岁查甫人已经注3剂疫苗，9月初9若有镜头迄暗道昏去，送急诊无喘气心跳，急救了后不幸死亡。在急诊的心电图是有显示有心律不整的一个情形哦，那同时有采检新冠的 PCR 是阳性 ，CT 值是10。指挥中心嘛宣布，这礼拜5头一批莫德纳 BA.1先给次世代疫苗差不多80万份，得要到台湾，后续回过来。指挥官王必成讲，这款是全新疫苗，日本才伫礼拜1通过 EUA 紧急授权使用。伫这礼拜5到会了后，会先进行检验，上紧后礼拜6会当开放注射。对于我们现在在社区流行的 Omicron 的 BA.2、BA.5 的变异株，都有很好的效果。外界对 BA.5次世代疫苗敢做过动物实验，王必成是讲，国际目前敢美国采认动物实验的数据通过 EUA。非典型的一个审查，
也是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也是一个创新的做法。在这个 BA.5 次世代疫苗的采购上面，我们都跟日本、跟欧盟同步，好，人家做什么，我们都尽量的跟得上。指挥中心指出，目前莫德纳甲 BNT 公司拢表示会伫9月下旬提供更侪资料，另做当通过 EUA， 咱会进行购买，上紧伫11月了后交货，也有可能更较慢。不过王必胜是讲，台湾算是超前部署啊。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咱台湾嘛，伫要会当开放队团出国去佚佗啊。交通部已经做好旅行业出国队团旅游的指引。内底是有规定讲，有住过3档以上的人才当去报名去参加，而且伫游览的过程袂使有个人的行动。严格这份指引，也是要等疫情指挥中心解除边境的管制才会实施。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通过旅行业办理出入境团体旅客操作指引，规范未来无论是出境抑是入境的旅客，全程拢爱带团，袂当家己行，而且团员拢爱做过新冠肺炎疫苗追加射了后才会当参加。另外，嘛建议旅客拢爱投保，团员嘛爱全程挂喙罨，遵守相关的防疫指引。旅行社嘛爱清楚公开要去佚佗的所在，因的防疫政策。不过，这份指引是要等到指挥中心解除禁团令了后才有效用。那交通部在不管是观光团的这个部分，或是这个出入境的指引也都准备好了。那我们就等指挥中心在这一个月的观察哈，如果他们有所决定，交通部就马上因应。指挥中心强调讲，针对民众关心边境管制当时会变3+4，变做是0+7，开放的时间也无法度确定。目前还搁伫疫情的高峰期，指挥中心会密切观察，等这波疫情的高峰过，才会当规划开放边境的时程。旅行业者讲，通过指引，代表离开放边境的时间是搁较晚。业界伫疫情的期间，嘛做过几啊届演练，即嘛总算有可能要开放啊，会当甲员工叫转来量早准备。我们也都有操作很多国内旅行的这个防疫旅游的经验，禁团令呢解除的话，旅行业跟相关接待的行业很快呢都能够接上整个的工作。那因为其实已经2年多没有跨境旅游，所以这部分的人力可能目前没有在我们的产业里面。在导游协会跟领队协会这边，我们都有保持联系，所以未来如果有一些旅行业跟导游领队需要媒合的部分，这2个协会也都愿意来帮忙。不过2年多疫情以来，旅游业经过裁员减薪，也有无薪假，目前业界人才流失的情形是真严重。观光局表示，会辅导也有协助业者，甲骹手搁苦挖来。而且协助培训，为开放边境积极做准备。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咱同齐来关心天气。今仔日的水气会减少，轨道只有东半部甲山区会落雷公雨。那今仔日的天气嘛较烧热，气象局已经有针对华东地区、高雄发布高温的警示。咱同齐来看温度。今仔日各地大多数拢是多云到好天，只有东半部甲山区会落短暂阵雨，也毋过落雨的范围嘛较细，时间嘛较短。今仔日各地温度拢会回升，会当看到日头。花莲、台东也有高雄，今仔日是有机会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中昼左右紫外线嘛偏强。那今仔日西部空气品质是较无好，乡亲爱细致。伫明仔载，各地拢是多云到好天，天气稳定，水气嘛减少。另外，第14号的风台南马都强度即马继续咧增强，按算会达到中度风台以上。也毋过伊是行向日本，所以暂时对咱台湾无影响。那拜6到后礼拜一，受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伫北部甲东部水汽会较济淡薄啊。来关心昨下晡有一台游览车伫188县道梅岭风景区连外道路是摔落山坎，车顶的乘客有8人互送病院，加载拢无大碍。另外，伫高雄的桃园是发生一台游览车落落去15公尺深的山谷，车顶有5个乘客，一个人死亡，一个人重伤，另外3个人是轻伤。这台修路车4连向天并一个草坡内面，车内物件也甲规涂骹。高雄市桃园区公所伫咧莫拉克洪灾了，有一辆违法管理的高速便道，本来只敢若提供紧急情形公务车，一共当地农民农作使用。也毋过警消昨接到报案，讲有一台车跌落去15公尺深的山坎，赶紧派人去救。警方到场发现一部休旅车自农路沿山坡翻覆约15公尺至下方草地上。车上有5名女性，
年纪皆约莫50岁许，经查系为朋友关系，自市区前往藤枝地区访友。经销协调当地居民用水泥怪手将附近工程的鸟泽市河南山走落去救人，因为前座驾驶甲副驾驶拢被休的车外，当场无喘过心跳，送病了一个人死亡，一个人重伤，最后座3个人是轻伤，病院也说明重伤患者目前的情形。目前因为他来的时候血氧浓度比较低啊，那等一下我们会帮他插胸管，甚至严重我们可能会帮他插上那个气管内管，把它接上呼吸器。因为天气正好，车祸的原因也过来调查。另外来看，188线梅岭风景区另外道路有一台游览车，敢若是失去控制，弄破路边的阿门头河拿，滑落去5公尺深的坎坷，车头规拢冒气。因为他上山的时候就有点档有点打不进去，不是下山的时候是完全踩空了，完全没有刹车了。台中的旅游团到台南梅岭耍一天，煞伫咧登记的半路拄着意外，好工在包括驾驶在内，车顶21个人，8个人送病治疗，不过拢无性命危险，是操作无顺利，也是车故障，警方也搁伫咧调查。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乡亲，咱同齐来看今仔日报纸重点，先来看联合报。卫福部对今年2月21日开始有开放日本福岛等5个县市食品的进口，最近是验出头一件食品内底有微量辐射案例。这是日本的群马县生产粉则区的粉，内底有铯137甲铯134，虽然拢无超过标准，也毋过咱是有数有可控业者爱自动毁掉甲套动。来看中国时报，主计总署昨昏是公布上新薪水的调查。伫今年1月份至7月份，全体红请的劳工平均每一个人经常性的薪水是44286块。也毋过今年1月份至7月份，咱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是平均是达到3.17%。考虑物价起钱变薄、通货膨胀这因素了后，其实咱的薪水是倒求0.07%。这嘛显示企业就算有咧替员工加薪水，也毋过也是弱不过物价起的速度。来看自由时报，调查局北部机动工作站将调查官蔡友林涉嫌向身份不明的人士买枪，甲50粒枪支，准备要寄出来的时，互美国的海关抓到。伊讲，伊是即马正讲，伊买枪甲买枪支，拢是为着办案。继续关心中油、台电甲中钢这国营事业的考试，即马有传出集体作弊。有集团是规划作弊方式，那这团体内底，阁有台电甲中钢的员工，因是甲一个考生一个人先收120万，也是105万，嘛已经协助上百个考生考调国营事业。高雄的检方伫昨昏有起诉姓吴的主嫌，也有台电甲中钢涉案的员工，考生的部分会另外侦办。规岛顶武备器材，高雄检廉1月查到国营事业考试武备集团考生付2万买现机这设备，考试间由专人解题通报答案，也可以当协助修改字段、指导面试。录取了后，则阁付120至105万不等的费用。高雄地检署则是宣布终结，依照早期罪起诉包含姓吴主嫌甲台电中钢涉案员工等5人，提报我们的这个奖惩委员会来追究他的行政责任。如果有其他涉嫌舞弊的中介的，也一定会就责。检方调查，至少有101个考生用这种方式录取，其中中油36人，中钢34个人，台电31个人，不法获利至少1亿2千万。有一些涉案的同仁，他已经写悔过书，自己请辞。那也有人实习不合格，解除劳动契约。不管你是缓起诉、起诉、判刑确定，依据我们的工作规则。全部是解除劳动契约。无论是集团成员还是考生，中油等3间公司表示，涉案员工会依法处理。舞弊事件真多，主要嘛是因为国营事业的亏真侪人爱，不过录取率低。总报考人数是38000人左右，然后他找到实际录取人数是1100人左右，然后基本上他的整个起薪大概接在38000到39000之间。报告业者表示，台电中油甲自来水等4大国营事业起薪是38000至39000，工作稳定佮定期调薪，真侪人拢真介意。不过，业主用非法的手段考调，到尾啊，恐惊付出代价佮较大，真正算袂好。记者综合报道。
国际上要紧，甲乡亲咱同齐来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从疫情爆发到今，目前全世界确定病例已经超过6亿例，死亡人数超过652万人。来看最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是新增加49708例，目前咱台湾即阵总病例数计共已经超过580万例。日本超过2000万例，韩国超过2400万例。目前全世界病例数上侪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法国。美国超过9700万例，印度超过4400万例，法国甲巴西超过3400万例，欧洲的英国超过2300万例。疫情爆发到今已经超过2冬半，世界卫生组织是表示，伫疫情流行的这2冬，欧洲上无有1700万人确诊了后流落来病尾，而且女性的病尾比率是男性的2倍。目前全世界差不多有1亿4千万人因为老病尾影响生活。患者坐伫椅仔，保物理治疗师确认伊骹手的情形，因为伊伫确诊新冠病毒后了，出现3个月以上的后遗症，也就是一般讲的长新冠症状。世卫组织13公布一项新的调查，显示伫疫情流行的前2冬，欧洲至少有1700万人有长新冠的症状。Things kept getting worse. The scariest thing was that nobody knew what was happening. I was off work for 9 months in the beginning. Then I started a phased return. I had to interrupt it. Was off work again. Back then, I was running a department, and I realized after 1.5 years of long COVID that this is something I cannot do anymore. 长新冠的症状包括脑雾、容易亚线、身体会痛、情绪无稳定、喘气困难，一个认知的问题。华盛顿大学的 IHME 健康数据评估中心所进行的调查显示，规个欧洲重症住院的患者好了，1/3的女性甲1/5的男性会有长新冠的症状，女性是男性的2倍。Having done a 5K run 2 days prior, I woke up one morning with a horrendous temperature, a headache, extreme fatigue, and I got to the stage where I couldn't leave the house. I lost all confidence in my body. WHO 讲，虽然有研发出疫苗，但国家2020年比2021年有长新冠症状的人所增加3倍以上。根据 IHME 的研究资料来推估，2020年到2021年，全世界有长新冠的人总计会到1亿4500万人。专家认为，这项研究会让互民众更加了解长新冠对心理健康一个工作的影响，也提醒世界各国的政府甲卫生机构就要加强合作，为有长新冠困扰的民众提供必要协助，并且提出解决问题的政策。公司新闻陈思东编辑。继续关心乌克兰伫乌东继续发动攻击，伊嘛宣布讲，因已经收复8000平方公里的土地，而且完全控制4000平方公里的领土。那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昨昏是亲身去前线，伊是强调，伊会拍拼，让一切赶紧恢复正常。那根据外电的报道，上新的消息是，泽伦斯基伫基辅出车祸，加在伊的伤势无啥严重。亲身去前线城市伊久姆，并且参加升旗典礼，做阵唱国歌。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伫乌军发动闪电反攻，收复差不多8000平方公里的领土了。第一面去前线的哈尔科夫、伊久姆加巴拉克列亚。Треба відновити те саме, що тут. Зараз доповідає голова області і мер. Потрішки щось робиться для людей. Складно. В цілому непросто. 泽伦斯基讲，已经完全控制手段领土一半的地区，也就是确保安全，排除侵俄分子。不过，俄罗斯国防部则是讲，伫哈尔科夫大规模的攻击，造成乌军人员伤亡加设备损害。В Харьковской области в районах населенных пунктов Двуречная, Балаклея и Купянск нанесены массированные огневые удары по живой силе и военной технике 14-й и 93-й механизированных бригад Вооруженных сил Украины. Потери противника составили до 150 украинских военнослужащих убитыми и ранеными, а также более 10 единиц военной техники. 对此，路透社讲无法度证实这款消息。美国总统拜登被问讲，这场已经打了半年的战争，是不是出现转变？伊讲真歹讲。Question is unanswerable right now. It's hard to tell. It's clear the Ukrainians have made significant progress, but I think it's going to be a long haul. Leider kann ich Ihnen nicht sagen, dass
dort jetzt die Einsicht gewachsen ist, dass das德国总理肖兹讲，只有俄罗斯对乌克兰撤军才有机会实现和平。德国的国防部长也呼应拜登的讲法，强调讲，若讲这么是转变点，抑阁伤早。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是强调，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正伫咧产生效果，欧盟甲乌克兰的团结是坚定不变。公司新闻郑伟玲、吴其昌编译。继续关心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观察大厝13时是对苏格兰刷到伦敦，吹风落大雨，淹过沿路也是有真侪民众来向女王致意。那英国第19时会举行国葬进前，女王的大厝拢会放伫西面厅，这段时间卖开放予民众去悼念。在苏格兰片仔乐声引带之下，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准备要为圣吉尔斯大教堂移灵去到伦敦。女王车牌伫苏格兰白色，周灵的期间来致意的人次超过26000人。甲女王送去爱丁堡机场沿路，嘛有不少民众来甲送。皇家空军专机甲女王送到诺斯霍尔特皇家空军基地。13这一天，伦敦是落沙雨，不过也是有几万的民众因为悼念女王，徛伫车路的两边边，要迎接女王登到厝。I waved to her when she was a princess, so I could stand here tonight and say goodbye. 查理斯3世当才结束头一座北爱尔兰访问的行程，甲其他王室的成员伫白金汉宫迎接女王。了后，王室家族做伙食暗顿。14会甲女王移灵去西敏厅，伫19举行国葬进前，24点钟开放民众来悼念。查理斯3世正做国王了后，就随展开大不列颠王国访问的行程。13伊甲王后卡比达伫属于王室的希尔斯堡接受北爱尔兰各界悼念甲致意，接续嘛会见北爱尔兰政界人士，包括北爱尔兰上大政党新芬党的党主席欧尼尔。Through all those years, she never ceased to pray for the best of times for this place and its people. 查理斯3世继承国王，反君主制度的人士嘛一直有动作，各地拢传出有抗议的人士去互逮捕。有一个36岁律师保勒斯兰，13伫英国议会外口发起和平示威。We're at the political centre of power, where the king came yesterday to say that he's the new king and we're his subjects. We politely and very respectfully disagree with you. You're not my king. 查理斯3世继承了后，支持度开始提升。一个民调显示，有60%的民众要是支持君主体制，不过少年辈倾向民选制度的比例已经超过一半。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女王的观察刷到伦敦进前，北京汉宫就有真侪民众来遮悼念。有人炸花，有人炸卡片，还佫有真侪人是炸八甲女王做伙食过点心的柏林顿咸。也毋过这只咸即卖的数量红啊已经伤济啊，所以英国的官方嘛呼吁民众千万毋通佫炸花以外物件来纪念女王。伫红帽仔穿蓝色外套，这只外形古锥的柏林顿咸红啊，即嘛是英国民众怀念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上重要的代表物件之一。Perhaps you would like a marmalade sandwich. I always keep one for emergencies. So do I. I keep mine in here. 柏林顿咸会互人注意，是因为今年英国庆祝伊丽莎白二世登基70年的白金禧年时，捌播放女王甲柏林顿咸做伙啉下晡茶的影片。影片内底女王反应心色笑开，真侪人欣赏。所以女王过身了后，未少民众除了用花卡片，也会炸柏林顿咸甲教胖去白金汉宫悼念女王。啊，毋过这个做法说互皇家公园管理当局真头疼，因为红仔无法度分解，教胖会声了起。管理者只好特别徛告示牌，请大家卖炸，唔是花束，而是手工艺品来。So I bought a Paddington Bear. I wanted to reflect the Queen's sense of humour. I know, I just couldn't resist. I'm sorry. Sorry, Parks. The fact that people are leaving marmalade sandwiches and Paddington Bears, it's really hot. I find it cute and quite kind of amusing because that's how you remember the Queen. So I understand that, but it is still very sweet that people are doing it. But we've stuck to flowers in a card. 部分民众认为，因理解园方的立场，不过嘛爱顾虑公众的感受，建议皇家公园会当集中收集这红仔，放去特定地点保存，希望莫破坏环境的情况下，让柏林顿咸会当继续陪伴因心目中永远的女王。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
今仔日国际上也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同齐来看世界。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国葬是伫9月27要举行。那即阵日本的天皇顶前翁阿宝确定无要去参加，也毋过会派特使代表参加。来看关心法国有可能会立法通过安乐死的法案。即马法国总统马克宏是要求全国要针对安乐死这个议题进行辩论，希望伫明年底会当立法。来关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咱2冬外拢无出国去访问。昨昏伊是头家坐飞机去哈萨克，啊，毋过伊一落飞机煞出去险险啊跋倒。来关心参选亚洲环球小姐的各国代表，13个时伫马来西亚参加活动，每一个人拢会当举国旗上台。也毋过咱台湾的代表高万荣说，互主办单位冻落来，因为中国打压的关系，讲袂使互伊上台。咱外交部是表示谴责，嘛要求咱驻马来西亚的代表处要随向主办单位抗议。将白色套装的是咱国参选亚洲环球小姐的高万荣，稍有参赛佳丽13受邀请出席伫马来西亚槟城举行的2022 WCIT 世界创新甲科技大会开幕仪式。大家除了炸国旗一粒一粒上台，嘛用家己国家的语言甲活动来宾问好。不过高万荣到尾因为中国的打压，大会决定无要互伊上台，当场流目屎。这个画面，和前民进党立委现任通知资讯科技局长吴婉如翕到放伫网络顶，不少网友议论。尾下会议主办单位马向高万荣回信哩。那边安排一个时间来拜访，来跟你们做一个道歉。其实事前主办方都不知道状况，一直是到台湾佳丽准备上台前最后一刻，才受到这个中国的压力吼，不让台湾的佳丽上台挥舞我们的国旗。那当下我们就要求主办方一定要正式的跟我们佳丽好好的道歉吼。外交部知这个消息了后，指示驻马来西亚代表处向主办单位抗议。高女士她因为中国的打压无法上台，她难过的掉泪。外交部我们自感不舍，这都凸显了中国共产党集权政府他们持续粗暴的行径来威迫台湾人民。外交部表示，中国在国际场合一直打压咱国民众甲民间活动，强烈谴责这种恶劣的行为，并对主办单位屈服中国错误的决定表示不满甲遗憾。记者综合报道。政治的消息，咱来关心年底的选战。民进党已经启动全面辅选，嘛甲中常会刷到分林去办。民进党主席蔡英文是话讲，要甲分林关、嘉义市拢赢转来。另外，副总统赖清德伫15日开始走辅选行程，今仔日伊会先替新北市长参选人林佳龙助讲。9月伊选战渐渐热起来，民进党开始全国辅选，头一场行动中常会刷到分林，拍出分家家的做事连线。民进党主席蔡英文交付予嘉义县持续进步，也甲重新选赢分林县甲嘉义市2项任务。今年他要再一次用真气翻转被家族政治把持的云林县，要用社福的专业照顾好云林乡亲，要用建设让停摆的云林大步向前。再不赶快把云林县政府拿回来，那可能永远要追上嘉义县的机会几乎是没有。蔡英文已经几落届前往分林辅选，国家这届劳建国甲苏地粉整合成功，力赢苹果有希望打败现任县长张立善。另外，副总统赖清德也担任辅选，15要到新北市替林佳龙徛台。这原来是赖清德专台辅选的头一场，亲像甲现任市长侯友宜下战帖。从蔡总统、赖副总统大家呢都把新北市当作超级战区，那这个大团结。也会有大胜利。新北市和民进党当作重要的选区，民进党主席蔡英文这个月差不多礼拜四暗时拢替林佳龙留时间，两个人已经5遍共台，刷来原来会甲重点放伫桃园、台中家人，要尽力有关城市。记者综合报道。中华大学伫昨昏有针对国民党新竹市长参选人林敬仁伊的硕士论文进行初步比对，认为并无违反规定，拢符合论文的规范。那苗栗县的议长郑东引是因为违反规定，家己去登记参选县长，即马伊已经互国民党开除党籍。
主席出席需要基金会执行长颜朴文回顾去年关键这个疫苗过程，讲当时有政商界大脑来考虑，蔡政府是不是有冻结疫苗进口，引发国民党的批评攻击。当时过程当中，还有一些工商企业界都想要捐助疫苗，当时政府的态度非常明确，基本上都认为买不到，不需要帮忙，或者是负面的态度。当政府阻挡疫苗成为事实的时候，你只有一个义务，就是向全民道歉。朱立伦表示，最近国民党立法院党团会甲外界公布相关的证据，年底到学业选举开始到即阵，国民党甲民进党一直攻击对手论文的争议。之前国民党新竹市长参选人林经林的中华大学硕士论文被检举是抄的，不过中华大学就是讲，经过使用2种电脑比对系统比对了后，符合该校论文的规范，会成立学论会来审议。我也完全赞同校方成立审议委员会，未来也会配合说明。期盼校方用严谨、公正的程序进行审核。另外，同市长选举在民进党分裂了后，国民党参选人张善政选情是真想看好，不过却是传出基层提前伫互相比力。国民党、民进党民调搁在友军张善政敢若赢5趴，也不过规仔囝议员强烈来支持，强调整合顺畅、团结应战。民进党其实在近期遇到很大整合的困难，张汉正院长照自己的脚步推自己的政策，其实整体的支持度正在加大，在未来在下一份民调，这个差距还会渐渐来拉大。另外，国民党中常会就是无意义通过开除违纪参选苗栗县长的苗栗县议长江东锦的党籍，对此江东锦不满，一直在个提出开任党员的资格存在官司，并且控告国民党秘书长吴建庭涉嫌意图私人不当选，也有毁损名声。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来关心，为着要找人才，台积电昨昏是甲行动面试车驶入去台湾大学，是上准明年要毕业的硕士甲博士。总共硕士出业，因着台积电的工课，一年的薪水有200万。台积电打算要找1500个人。另外，亲像鸿海这的大间科技公司，嘛开始要举办找人的活动。大家伫咧耍即台真大台的扭蛋机，看会使摕到什么物件？若是我来讲，也以为这是游乐场所。其实这是台积电为了伫学校找人才，特别传的行动面试车，这是开入代代来征求人才。有台湾的半导体产业是全球的领先地位，为了招募人才，则是伫代代举行面试，锁定电子、电机、光电这理工系所模拟毕业的在校硕士生加博士生。针对明年2023年即将毕业的硕博士生，我们正式启动一系列的预聘计划。那我们预计招募超过1500人，所以鼓励相关理工科系的同学能够尽早投递履历。台积电希望引进有这款的交流活动，让学生更加熟悉台积电。这摆有计开出1500个课，要来找适合研发、营运也是策略方面的人才。未来若是得到聘书，也是摕到特别的礼物包，离硕士学历年薪更加可能有200万块。我现在学半导体学这么久了，对，算是一个符合自己兴趣跟技能的工作这样子。听说他们就是一个基本的薪资啊，然后就是这算是公定价吧，对。然后硕士一个起薪啊。台积电这波征求人才，对台大来出发，未来也伫阳明交大，也有清大这大学来进行。像台大这场，除了明年要毕业的硕士生来面试，不少外籍生也想要争取实习，也是工作机会。我是有问他们有没有假期的时候可以做实习嘛，就发现可以，所以我可能会假期的时候申请实习。半导体的一个缺工的一个状况还没有完全一个解决，整体职缺比去年同期的就是第4季来看的话，应该是还有这个职缺增加20%到25%的一个这个空间。另外，专家强调，半导体业扩充真紧，也面临欠工的问题，也有外国来台恶人的情况，为了杜比人才，才会提早来找人。那台积电像鸿海也展开线顶的校园人才，将有意愿的学生经由线顶到履历表方式争取面试的机会。记者综合报道。地方风上头继续关心国内政的青岛町，因为咱台湾湾无天敌，所以伫中华以南嘛大量生炭，想袂到即马佫炭到台中去。伫台中，有民众去散步的时，一概看到2只熊熊带一条。水利局即马是呼吁民众，总共有看到就要赶紧通报。未来政府嘛会派人加强巡查。
摕出相片，一只车路灯就藏伫溪岸边，爬起来哪早下骹，凶神恶煞，袂输就要降价。伫台中代理汉客溪边步道，不时都有民众来遮散步。最近所传出讲，有人定定看到车路灯伫遮咧烧，好在地有影是真惊吓。它真的看起来就很丑，我觉得是很那个比那种大蜥蜴还要可怕，太大只了，因为光看到那个头，你就会觉得我这个面目狰狞，真的太可怕了。所以那种心情真的是用大吃一惊来形容。在地这烦恼唔是无原因，因为车路灯是挂来整，伫台湾根本就无天敌，一体就当生超过20粒卵。若个继续放互伊伫假瓜大量生炭，一旦互伊生环境，恐惊日后就愈歹灭断根。他是爬树的高手而且他也是潜水的健将。实际上他不会主动的攻击人，但是因为他面目狰狞他会让民众看了就害怕。而且这个是外来种，我还是建议农业局尽速把它移除了。如果民众有发现这外来种的绿鬣蜥的话，可以打1999的电话，那1999会通知我们相关的这些野生动物那个保育专家呢去捕抓处理。市府表示，台中市这4年来，逐年拢会当掠到大约40只的车路灯，未来会阁派人去研发加强巡查，嘛呼吁民众，若看到车路灯的时，会当紧敲1999电话通报，相关单位会紧派专家去现场猎捕处理。记者转报道。继续关心南投6个嘅活动中心，最近是变做时代嘅健身俱乐部。东华病院为着老人嘅健康，有去申请健身器材，即马放伫活动中心，希望要互时代运动训练老人因嘅筋肉，互因嘅身体愈来愈勇健。伫医护人员的辅助之下，阿嬷真认真咧做筋肉训练。这是6个嘅健身俱乐部，有10多种器材会使用。时代希望讲会使愈练愈勇健。东华呢，为着咱社区的老人的健康先去下这10多项的运动器材互咱大家呢运动了真好，身体嘛日健康，日进步。这是阮6个老人上该福气的所在。我相信有这个器材以后，我们以后会很认真来这里运动。很感谢那东华医院很用心的向那我们卫福部申请这个健身器材给我们入股乡邻来方便健身。年岁大，才酸遐痛，较袂堪得受伤。东华病院特别向卫福部申请，伫6个社区活动中心放健身的器材，透过运动来调整姿势，增加筋肉，互老人较有力去稳定规个身躯，也较袂跌倒发生意外。而且这挂器材也是特别为老人的身体设想所建的。肌少症对于长者的健康危害是非常大的包含肌力差，很容易造成跌倒，造成骨折。所以呢，我们特别挑的这个器材呢，把身上的上肢、下肢跟躯干都做训练，而且重点是特别挑选是液压式的器材因为在老人家不像年轻人可以使用杠片。从早开始运动训练筋肉，身体愈健康，四肢也愈有力，来延迟身躯退化的程度。记者综合报道。新闻消息来关心，高中对这学期开始是取消早自修，也毋过有根据一份上新的调查发现，讲有50%的高中生表示，学校同款要求因爱较早去早自修，而且公立学校甲私立学校差真济。公立学校大概有8%拢有遵照教育部的规定，也毋过私立学校敢若2%尔。早自习自由参与要落实。学生自主规划不强制。教育部规定，111学年开始，高中的早自习时间交予学生家己规划，学校无应该强迫学生伫第一节课进前来学校。不过，根据台湾青年民主协会调查，有真侪学校无落实新制度。对，那公立学校其实都做得还蛮好，也是蛮符合相关的法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私立学校刚好它是反过来的，有75.6%。也就是将近80%的私立学校的学生是觉得说学校没有落实早自习新制。新北市私立南山高中的学生林淑贤表示，伊也是看到有老师伫早自习时间发考卷测验，对这么多私立学校违反规定，伊感觉真艰苦。以前一直认为教育部管不到私立学校，
这现在听起来很扯，对吧？但你没听错，我跟我的同学们以前都是这么认为的。青民协甲学生甲调查报告送予教育部，呼吁教育部应该爱确实检核学校落实新制度的情形，嘛爱提出对私立学校有效的监督方法。针对私立学校未落实的部分，我们会经由私立学校法或者是一些奖补助款的一个考核的一个方式，去做一个落实督导的一个机制。不过有无愿意徛名的私立高中教务主任无奈表示，因要落实这个新制度的时，真侪家长是真反对，惊囡仔失去竞争力，学校只好继续提供早自习的规划，予家长甲学生选择。记者林思豪、谢桂玲台北报道。现代人介意饲动物伴、饲宠物来陪伴，也毋过有真侪人是无正确的观念，会乌白放杀这动物。动保团体有公布民间办的饲养指南，要互民众参考。伊嘛呼吁官方应该制定相关的规定。尖尾兔仔看起来真古锥，即马袂少人厝内会甲饲来做动物伴。不过动物保护团体讲，这几冬接到真侪救援的案例。他们就在一个家，然后无限量的繁殖，然后饲主他也没有办法，就是去整理他们的环境。动保团体讲，真侪宠物受到主人不当养饲，甚至甲放杀，像尖尾，最近6个月至少有3件以上，因逐当平均嘛着救援200多只的兔仔，因为买卖无管理，这个宠物下场真不幸，所以因推出养饲指南，嘛呼吁官方比较办理。这么多种的小动物，那稽查员有时候他根本也不是每一种动物他都了解。饲养指南就可以给店家啊，或者是饲养的民众，甚至是一些就是展演场所，然后以及动保的稽查员，他们都可以来做参考。秉持的就是分类分级管理的这个概念，只要我们农委会这边核准可以饲养的宠物，通通都会订定饲养指南。农委会官员表示，目前正咧修动保法，会检视市面10种买卖量上济的动物，制定相关的规范，将要求业者必须提供正确的养饲指南、设备指引等等，减少民众不当养饲的问题。记者台北台北采访报道。台铁和旅行社合作推出2铁列车。倒2铁就是台铁甲铁马，伫火车顶有装脚踏车的车架啊，旅客会当牵脚踏车去哩坐火车。也毋过，这款火车是用已经有40年历史的纪工号去改的，外界即马较烦恼安全的问题。台铁是强调讲，这火车、这列车拢有经过检修，安全绝对无问题。早家己的铁马上火车，阁有专门的车架啊，会使放。台铁14开记者会，宣布甲旅游业者合作，重新整理原有的纪工号列车，推出2铁旅游列车，阁有按照民众无共体能设计的旅游行程。以前如果说我要带着自己的脚踏车，然后去骑单车的活动来讲的话，我要把车子都要把它给拆卸下来，然后放在那个吸车带上面。那要再另外买一个车位，不像以前我们可能只能坐区间车，那区间车它也有固定车厢，而且车辆数没那么多，也没有这样固定的车架。列车走到哪骑到哪的同时，结合在地社区、在地小农、在地新创，联合把地方观光做起来。不过，嘛有人认为车站列车的设计看起来旧凹旧臭，无要出门观光的活泼气氛。而且中秋连假代替关联，会段之间号志系统各样，造成严重慢分。13边客线嘛，因为拖石崩塌停驶，2铁旅游列车安全性也受到质疑。这个车子就是经过3检，所谓3检就是一个大修的一个程度过了。虽然它是旧车，但是安全性是无虞的。台铁对列车安全性挂保障，嘛讲若是未来设备有需要提升，会再做了解。另外，针对鞭炮的安全性，已经成立专案的处理。14下晡，交通部长王国材又到花莲视察边交道的安全系统。记者郭文章随台北报道。因为欠能源，即马全世界各国拢在想办法省电。法国的埃菲尔铁塔是减少开电费时间。那德国即马拍算要发电氢气。英国有当地研究再生能源。联合国是警告讲，石化燃料唔通阁无限制使用。有埃菲尔铁塔遐尼显目。
巴黎的暗暝搁较美丽。不过，巴黎市政府13宣布，要甲关灯的时间为原来透早1点提早1点钟，会当减少4%的电力。较早埃菲尔铁塔因为地漂观光的考虑，铁塔内底有装2万粒电火球啊，每1点钟就会倒起来。即马要伫最后一个游客离开了后，伫暗时11点45分就关起来。另外，23开始，公共游泳池的水温为26度降到25度。公共大楼的小气因后开，暗时10点关公共建筑物的电光。另外，德国为着向能源多样化甲达成气候目标，承诺要大幅度投入零碳排的氢气产业。联合国气象组织发布新报告，气象灾难事件逐工造成2亿美金的损失。未当改变的气候灾难已经是伫眼前了，经过世界当行向错误的方向。Heat waves in Europe, colossal floods in Pakistan, prolonged and severe droughts in China, the Horn of Afric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ey are the price of humanity's fossil fuel addiction. 英国牛津大学一份报告指出，因为再生能源的生产成本已经大幅度降低，所以两者会当伫西元2050年前，会当为化石燃料转往再生能源发展，会当替全球省12兆美金的支出，更会当协助减少气候暖化的危机。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委内瑞拉英国是石油的生产国，但过这个国家电脑长期欠油搁欠电。民众要过日就爱变巧，有民众即马甲山丘车改做太阳能的电动车，安尼时就袂受欠油甲欠电的影响。伫委内瑞拉第2大城马拉卡波的街仔头，看到几啊台外形敢若亲像伫拍高尔夫时伫球场坐的车，无毋对，这种车就是为高尔夫球车改良的太阳能电动车。发明设计这款车的人是今年61岁的奥古斯托。伊伫市区经营一间餐厅，常常需要去买物件，也是世界去拜访客户走业务。但是委内瑞拉虽然是本身有生产石油的国家，所以因为国营的石油公司经营了不好，油气的产量愈来愈少，民众若是要加油，拢爱伫加油站排队排足久的，非常无方便。所以奥古斯托就开始伫家己的工作室内底研究改装高尔夫球车。Entonces, bueno, sin gasolina, buscamos el recurso del motor eléctrico a partir de un carrito de golf, lo adaptamos, lo mejoramos, le dimos mejor voltaje. 虽然用电池充电的电动车会当省去加油站排队的麻烦，但是因为受到美国经济制裁，委内瑞拉嘛有电力不足的问题，3不5时拢会停电。所以奥古斯托就搁再改良，伫车的顶头装太阳能的棒仔，把车变做太阳能电动车，会当伫厝内充电，嘛会当伫室外利用日头来充电。这款高尔夫球车改装的太阳能电动车，会当坐4个人，车速每点钟是25公里到40公里。若是电池充饱电，以每点钟25公里来算，一摆会当连续走4点钟，差不多100公里远。今年8月，委内瑞拉举办科技展览的时，就连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嘛特别试坐看卖，非常懊恼。目前这款太阳能电动车的价格是5000块到7500块美金，差不多台票15万到23万。奥古斯托相信，伫即马愈来愈重视环保的情形下，伊的这款太阳能电动车未来一定会愈来愈受到欢迎。记者甘延恩编译。来关心今日各地头的温度，咱先来看伫北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有32度。中部的温度是24度至34度。南部的温度是24度至34度。东部的温度24度至32度，外岛的温度26度至36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祝亲平安顺心，咱再会。